大家好，各位香港嘅老友記，又係我周老闆啦。聖誕唔想人逼人，好嘢介紹俾你。呢一首叫做《珠江遼寧艦》，包你獨享羊城最靚嘅夜景，加埋美食盛宴。大家都知啦，香港一放假就驚到咧，到處逼人又多，想揾個獨特又清靜嘅聖誕玩法咧，美味假期重本包咗國內第一艘軍事題材嘅觀光遊船，叫做珠江遼寧艦。喺12月26日聖誕節專場帶你去玩，避開晒人潮。記住，我哋有3條線路，首團咧都會升級安排3層嘅觀光位，係特別安排嘅，等你哋盡情觀賞羊城嘅夜景。咁點解要揀呢條線路呢？因為咧我哋有3個獨家。第一個景觀獨家，呢一艘珠江遼寧艦全部都係我哋香港嘅老友記，唔會有其他團隊㗎啦。第二，節日獨享，喺26號呢個聖誕專場喺船上邊共度聖誕，嗰個氣氛咧拉滿晒，又唔使同人搶位置喎。第三，美食獨享，3條線路咧都係主打輕鬆美食，有乜嘢啊？佛山嘅米芝蓮餐廳，仲有廣州嘅5星級自助餐，食餐飽嘅，食個痛快，擺脫咗香港放假食飯排長龍嗰個煩惱。咁啊，老友記唔好諗啦，聖誕就應該咁樣去嘆先係去度假嘅，亦都唔使喺擠迫嘅人潮之中浪費咗你嘅假期。記住行程咧喺呢一個評論區，你哋可以睇到啦，都另外可以打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門市報名，記得點讚同埋加關注。今個聖誕美味假期約定你啦！